公司台语台上届新的歌舞秀节目《欢喜来 Party》，今仔日伫咧南部中心开始录影。这也是台语台头一届开放观众去摄影棚参与录影的综艺节目。按算伫咧旧历过年了后开始播出，有观众朋友呢专工带囡仔来参加录影，体验现场看表演的趣味。 大伦甲阿心两位主持人伫台顶唱主题歌，台下有真侪观众朋友到场倒落来。这是台语台上线节目，目前伫南部中心开始录影，要将过去歌厅秀的表演搬到电视台。有笑会短剧、唱歌比赛，头集节目就邀请王彩华等等艺人表演，阁有兼甲观众互动，所以录影现场真热闹。啊，嘛有唱歌，吼，啊嘛有迄个。 嘛有比赛，嘛有比赛哦，吼啊叫咱台湾民间的这个歌手来过招，所以会当算讲是非常的澎湃，非常的精彩。音乐性嘛有啊，娱乐性嘛有啊，戏剧性的嘛有啊。公司台语台上线的综艺节目《欢喜来 Party》，嘛是台语台头摆开放互观众入场参与录影节目，让南部的观众唔免去台北，就当亲身体验节目的录影。现场的民众拢真期待节目的播出。南部以前就少这种机会会当看到迄电视的录影啊，因为囡仔拢无看过嘛，所以带囡仔来看卖。因咧跳舞我就想要动起来，谢谢，真欢喜的。欢喜来 Party 的节目，按算伫旧历过年了后会播出，未来开放予30位民众做伙参与录影。每一集都会邀请无共世代艺人来表演，观众会当规家伙仔同齐来欣赏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